我，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伊也诚做我拯救我的。请孩子们来起立，咱做伙用这首诗歌来迎接咱的上帝。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就你的手，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心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主你是卑微转为尊贵，是伤心流泪转为笑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知羞愧就没有失望。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因着我们心中充满盼望，因着主的恩典加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时时刻刻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呼求，主啊，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这艰困的时候，在我们需要你的时候，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向神来呼求，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向神来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
上帝，阮的毋望在伫你，阮的快乐在伫你，阮的性命嘛在伫你，因为你是阮的主，阮的福气无在伫你以外。求你想想阮面对这个困境的时，疫情严重的时，阮犹原倚靠你，因为你予阮有气力面对明仔载，面对阮的未来。因为你是迄位掌管明仔载的上帝，掌管阮未来的上帝，坚固阮的信心。无论天地环境安怎变化，阮知影主你的慈爱永远无改变，阮知影主你的救恩永远无改变。虽然阮的方式、智慧方式改变，但是你的话犹原引带阮行阮头前的路。祝福去，互阮下面的时间，透过阮的学老敬拜，你的宝座设立。你的圣神甲阮三合同在，你的真理叫阮会通得到自由，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阮的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来请坐。咱要先来看周报的消息，因为即个疫情的关系，咱提醒会通伫对顶礼拜咱开始，一直到伫2月14，咱要改做线上的聚会，所以咱伫教会就无实体的遮个聚会吼。所以请咱的兄弟姊妹配合，咱嘛伫即个教会伫无法度做礼拜时，咱伫厝。伫你家己咧做礼拜的时阵吼，咱犹原用恭敬的心做伙伫遮来做礼拜。咱本来定1月31日要召开2021年的定期会员好会甲执事的补选，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来暂停，另外搁找时间来召开。3月7日咱会举行第2遍的圣礼典，咱兄弟若要洗礼伫2月21日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伫遮来报名。咱即摆的方式咧改变，所以伫即个音控遮个同工嘛需要有遮个同工来加入来做伙来学习因为即个方式聚会方式无法度实体所以咱有一寡遮个影音要来安排如果你若有即个负担会当伫1楼的公报栏伫遮来填写，也是庐山长老伫遮来报名。无法度来教会奉献的时，咱会当透过教会的即个户头来进行线上的奉献。咱的方式有除了信用卡以外，咱下面的咱来看遮个方式，就是邮局，你会通透过邮局的汇拨，透过网络银行的转销咱有一个 QR code 伫遮。你若会晓用的时阵，你着扫这个 QR code， 就会通对你的户头来转钱，你来奉献。咱嘛会通透过银行的汇款甲 ATM 的转销互咱的教会在推动这事工的时阵，犹原会当充足，愿上帝来祝福大家。咱犹原疫情的关系，伫1月25日开始就全面暂停咱的据点的聚会上课开放的时间爱搁等政府的公文来，咱才会开放，所以请咱的长者注意。咱109年学年度的第一学期生级助学金已经开始咧申请所以若有符合这个资格，咱会通填写申请单。搁有你的成绩单交互语文干事伫3月28日进前来截止收件。
拄搁过几工就要过年啊，所以咱伫2月11到2月16全日同工休过年伫即个期间教会爱消毒，所以教会暂时无开放。如果伫即个期间若有重要的事你会通联络遮个牧师团，也是咱的主任干事。来，即个时阵虽然我都实体聚会，但是我要邀请咱2月生日的受请咱的兄弟姊妹，请你起立无论你是伫电视机真正咱做伙来甲你祝福唱生日快乐歌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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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拍鼓感谢咱这个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你要上帝，阮感谢你，生命是你所赏赐，你也应允阮会通活出丰丰富富的生活。愿主所愿，因为阮有你的同在，你是阮舒服的源头。互兄弟姊妹知影，因的生命是真宝贵的，是用耶稣同价来救赎。所以，互阮的兄弟姊妹把握会通。献身做偌济，回应上帝你的恩典，诚做你束缚这个世间的管道，互因心身的勇行，灵魂体得到形成，手所做拢会通行通顺利。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请坐。这个时阵，咱要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我犹豫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约书亚记14章11节，搁一遍来。我犹豫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约书亚记14章11节，咱要做伙伫遮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14章，咱要对第6节看到15节，咱要用台语伫遮来读上帝的话。约书亚记14章的第6节，我邀请咱线上的兄弟姊妹，咱现场兄弟姊妹，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做伙来。迄时犹大人伫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囝加列甲伊讲，早伫加底斯巴尼亚。耶和华对上帝的奴仆摩西所讲：关系你我的代志的，你拢知。耶和华的奴仆摩西对加底斯巴尼亚找我偷看即个地，迄时我拄40岁，我尽我的心回复伊，总是甲我上去遐个。兄弟，互百姓心失志，独独我专心对耶和华我的上帝。当日摩西就蛇讲：你的脚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做业，因为你专心跟对耶和华我的上帝。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地已经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这话时，看我现今我85岁啦，
我犹不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予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见，伊也有阿勒索的人，伊的声阔大坚固。若耶和华甲我伫地，我就要赶因出，照耶和华所讲的。约书亚就甲伊祝福，用希伯伦予亚伯尼的囝加列做业，所以希伯伦做今年世祖亚伯尼的囝加列的产业，直到今仔日，因为伊全心跟对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希伯伦曾叫基列阿巴。即个阿巴是阿纳族中第一大个人，对安尼国内太无过交战。我要邀请咱做伙同甲来祈祷，天父上帝，用无共款的方式直接来敬拜是，由愿享受阮有敬虔的心，无论伫倒位。阮做伙伫线上来敬拜，你的神悠然无所不在，到阮三伫地，开阮的心窍，阮明着你的教示，照安尼去行，互阮拢诚做有福气的人。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咱要对今仔日的圣经内底来看咱的新神永作。得要过年啊！兄弟姊妹，你有开始咧摒扫遮个厝内，除去遮个旧个，开始来装塔互你的厝会通变遮做新。总是你有回顾过去一年久，你的心内的感受心情无？是侪侪欢喜，还是侪侪生气？是面对这个疫情哀怨、惊吓？伫你过去一年中间，你有偌济个代志，是互你会通伫遮成功，也是你拄着侪侪遮个失败个代志。有一个人，伊连续失败35遍。如果你若是做一件代志，失败遐尼济遍，你敢会当继续伫遮来拍拼努力，继续伫遮来试看觅？即个人，伊如果若停止伊的努力，点彩伊伫51岁，伊就无法度做美国的总统。伫遮咱看会讲，伊的人生差不多拢是失败、失败、失败安尼，连有遮个35遍的失败，其中只有3遍的成功。即位就是互人称做俄罗讲美国上伟大的总统林肯。即个林肯总统你看伊失败多，成功少，但是最后伊通成做美国上伟大的总统。当伊当选总统，伊面对即个南北的战争的时阵，伊总是用信心直接来祈祷。伊安怎祈祷？伊讲，互咱徛伫上帝即边。啥物是互咱徛伫上帝即边？就是上帝是真理，意思就是咱徛伫真理的即边。若安尼，遐个不公不义，遐个黑暗的关系就会伫遮来失败离开。今仔日咱要做伙透过即段的经文，咱来看圣经的其中一个主角，叫做加勒。伊是正义到伫迦南地其中年长的其中一个。伊安怎选择伊家己成做上帝的册用？伊安怎选择伊未来所要行的路？80岁的加勒，伊有法度，兄弟姊妹，你几岁？你检测甲伊的岁数共款？你是伫遐
讲吐气讲啊，我老伙仔无路用，也是你会通亲像家己讲，哦，我还佫有几力，我还佫勇壮，所以我会通互上帝直接来使用。不管你是年轻也是年长，咱要做伙来学习，家己伊安怎伫伊的生命中间，安怎认捌上帝的应允。伊知影，影我经过遐尼久，40几年，伊犹原记得上帝安怎甲讲，所以伊用信心来掠着即个应允。第二，咱来看伊讲，伊知影毋是环境咧熬，是上帝咧熬，所以伊发现即个气力的源头是对上帝遐来。这是今仔日咱要透过遮个，咱要做伙伫遮来学习。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念伊对即段的经文，咱来看伊讲，有的人好亲像互人绊倒的石头。当咱讲话时，是毋是互人失志、互人惊吓、互人不安？当咱听见别人伫喙中讲话的时阵，是毋是咱的心就着惊，毋知要安怎？即段的经文其实，摩西伊要进入到伫迦南地进前。伊找派12个探仔，包括迦勒、甲约书亚，即12个探仔入去，确实有看见上帝所赏赐的地是老年甲老密的所在。但是，咱看倒转来报告的人，其中有10个人，伊讲毋通，迄个所在是吞食百姓的所在，所以绝对毋通去。也因为即10个，检采是伫即10个中间多数，因为因的讲话，却互人进入到伫迄个绝望，开始哀鸣叫母，开始伫遐无望。每一工下昼2点，有真侪人检采真滴讲，哎呀，今仔日陈时中部长咧开记者会，毋知要安怎讲。有当时咱真期待讲，啊，赶紧的，今仔日若无迄个本土的案例。安尼是上好，总是有当时若听到佫加4个、加5个、几个安尼，咱的心可能开始着安怎惊吓不安。今仔日咱所看的经文嘛是相款，伫遐个探仔的中间有10个是来报歹消息。因咧讲，阮所偷看的即个所在，遐个人高墙大汉。然后，迄个所在是要吞食人的。兄弟姊妹，咱来做伙来读即段圣经来。因遐个人论所偷看的地，对以色列人报歹消息，讲：阮所经过偷看的地，是吞食遐个徛起的百姓的地。啊，遮个人报歹消息，明明因有看见迄一耙葡萄。2个人光，迄个人物产丰富，但是咱有看伊讲，当因转来是报讲，因所看到的，遐个人高墙大汉，遐个人要甲咱拆食落腹，咱伫因的眼中亲像安怎？亲像草莓，草莓遐细只，所以一打就死。所以因咧报遐个歹消息的时阵，结果咧，会众就开始伫遐出声大嚎叫，然后呢，百姓就开始啼哭，伫遐哀爸叫母。当咱若注意伫听遮个人的声，听遮个人咧讲出的遮个歹消息，听遮个记者会咧讲遮个歹消息的时阵，是毋是咱犹原亲像遮个百姓相款，伫遐嗨惨，哀爸叫母，伫遐烦恼，伫遐惊吓。遮个百姓却袂记讲过去安怎出来急，上帝用奇妙作为，互因伫旷野，日时有云条，暗时有火条，无物件无水通啉，上帝安怎出水对石盘来出？上帝安怎降玛纳甲盐豚，互因伫遮来食？要过红海，咱看见前无路，退无步。后壁佫有追兵，但是呢，因袂记讲上帝安怎为着因伫无路的中间来开一条路。
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因听到遮个人所讲的话，袂记哩上帝所讲的话，我要带因入去老尼甲老毕的所在。因开始埋怨讲，你是要互阮倒伫即个刀剑的下面嘛？阮的某囝互掠了去做奴才嘛？阮倒转去埃及捡毋好嘛？所以迄个奴才性佫带动，佫想要转去做奴才。所以袂记哩上帝安怎奇妙的作为，因真正无认捌上帝，因只有看见即个环境的困难，因袂记安怎伫迄个无的中间，上帝来变做有。所以因活伫家己的想法、看法。上帝讲迄个地是老尼甲老毕的所在，但是因的心想讲，迄个所在是要互阮死伫遐的所在，是一个死地。是互阮绝望的所在，所以当咱看见遮一切人因哀怨，因伫遐埋怨讲，阮也是倒转去伫迄个做奴才的所在较好啦。因只有听见人的话，就开始安尼，无要进前到伫迄个老尼甲老毕的所在。过来咧，伊佫看见遮个探仔眼中所看见的。遮个人阿拉族高强大汉，所以真正毋通去，咱亲像草蜢会互垃死。所以伫迄中间，咱看众人，因就开始伫遐来摇把叉，然后咧，透过因目睭所看的，因就开始改变讲，无咱来立一个首领，摩西这无效啦。安尼咱要来立一个首领带咱倒转去伫迄个埃及。这是因为因听见，佮看见人伫迄中间所传播的遮个歹消息的时阵，所以咱有看讲，其实毋是人得罪，是因心内底有一个即个撒旦的意念。咱看，如果撒旦若阻挡上帝迄个救恩的计划，因法度进入到伫应允的老尼甲老毕的所在，那安尼，迄个历史就爱改写。检采耶稣基督就无法度道成肉身，出世伫即个伯利恒，然后无遮个后壁的救恩的一个事件，咱今仔日检采，咱也诚做无毋捌的人。所以伫遮咱有看到上帝咧做，魔鬼撒旦嘛伫遐咧破坏。无互上帝的计划伫遐会当完成，上帝一边咧做，魔鬼一边伫遮咧破坏，人拄啊夹伫迄个中间。但是即个中间，互咱有迄个选择，你要选择是倚靠上帝，也是你要选择伫迄个中间用家己的意思来敲找未来的人生。你是选择要进入到伫应允老尼甲老毕的所在，也是你要选择倒转去到伫迄个受捆绑、受辖制迄个奴才做奴才的所在。所以咱有看伊讲，当因听见甲看见了后，因的心就开始伫遐来消化。这是华语的，但是伫即个台语的讲啥，因的心就失去啊。本来上帝的应允，互因经历侪侪遮个稳定的时阵，但是咱看见，因为人讲话，人对因的眼中所见证、所看见的，然后因的心就失去迄个信心，才开始埋怨，要阮死伫遮，阮宁可死伫埃及，宁可死伫迄个旷野，阮嘛无爱死伫迄个所在。所以因为安尼，咱看见埋怨。互遮个10个探仔因所报的歹消息，递到整个的会众，安尼伫遐来引起遮个暴动。咱知影情绪的影响，一个你心内的情绪若无好，你就会影响其他的。几千年后，保罗伫遮讲，以色列人因无法度进入到伫老尼甲老毕的所在，为虾米？其中5个原因之一就是埋怨上帝。所以，互因无法度进入到伫即个老尼甲老毕应允的所在。咱才有影上帝会赦免咱，做是咱无应该定定伫遮咧埋怨。
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遮个受册到伫遮应允的所在时阵，因看见的拢无相款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上帝讲的话，因无要伫遮来顺待。所以咱来读拄啊即段的圣经，咱做来，因为遮个人有看见我的荣光，以及我所行伫埃及甲旷野的生涯，还佫试我10摆，毋听趁我的话。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着看遐济总是拄着遮个困难的时阵，因就开始安怎？开始伫遮来埋怨上帝。所以咱看听会影响咱的看见，看见嘛会影响伫咱的内心。所以你要看遮10个人，就诚做别人迄个互因绊倒的一粒石头。咱要做伙伫遮来看哦，若咱的性命，敢要诚做即个互人绊倒的石头，也是咱会通诚做互人住伫骹的一粒石头，来鼓励人会通勇敢来迈向伊头前的人生。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因听见即2个人就是约书亚甲迦勒，对因的喙所讲出来无相款，甲遐10个会探无相款。因讲啥？讲哇，咱做伙来读来。头看地的人中间，伦的囝约书亚甲耶夫尼的囝迦勒，拆离因衫，对以色列全会讲：阮所经过头看的地是极好的地，我是极好的地。拄咱听见遮个10个探讲啥？吞食百姓的地，哪会两极化呢？天地差别安尼。所以伫遮咱有看伊讲，约书亚甲迦勒，包括今仔咱所讲的即个主角，因咧讲是水的地，足好的地，足好的地。所以伫遮咱有看伊眼光所看见的无共，就会影响着你的内心。民数记14章第6节到第7节，伫遮有讲起迦勒伊专心伫遮来军队，伊家己的话讲，我专心军队。伊的首领袖摩西嘛讲啥？即个迦勒伊嘛是专心伫遮来军队。咱做伙来读即段讲，上帝也是遮个会众安怎看法来？所以比伦做基尼世族耶夫尼的囝迦勒的产业，直到今仔日，因为伊专心军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以伫遮咱看见遮证人来肯定，伊是专心伫遮来军队耶和华上帝。无论是迦勒家己的话，也是摩西伊即位领袖看见迦勒伊的性命，伊是专心伫遮来军队耶和华上帝，也是整个遮以色列民族，因看见哇，即个迦勒，伊是专心来军队耶和华上帝。咱看见遮个，拢是咧讲起对伊40岁到伫85岁，迦勒对上帝犹原是安怎？无改变，讲始终如一。伊对头至尾拢是共款，伫遮专心全意来军队上帝。无论咱的人生是对一个坎站，咱拢应该知影，上帝伊看顾咱，甲咱相同在。伊是守约，伊是有慈爱，伊是信实的上帝。所以呢，咱着爱亲像甲迦勒共款，来专心伫遮来军队。因为迦勒伊家己追求上帝，对伊家己有真要紧的肯定。伫遮咱有看见，无论听见了后，咱有看见啥物？咱有看见上帝伊眼中所看的，也是看见遐10个探仔眼中所看的。咱看见上帝眼中所看的是安怎？互伊的身躯勇壮，互伊有气力，互伊通伫遮正义到伫迄个应允的所在。咱做来读即段圣经来。我要佫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
信仰。所以你也看，经过40几年，经过40几年，犹原伊会通伫遮来宣告讲，迄个我少年勇壮，但是即仔我嘛也搁勇壮。所以伫遮咱看加勒伊就跳出来伫约书亚的面头前，咱做来读来。总是甲我上去遐个兄弟，互百姓失志，独独我专心对耶和华我的上帝。当日摩西就怎讲？你的脚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做业，因为你专心跟对耶和华我的上帝。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本来希伯伦其实即块土地是真好伫遐来攻打，因为伫遐有高墙大汉的即个阿拉族的人。约书亚伫迄个两难的中间，但是咱有看见加勒伊跳出来讲勇敢，伊无看见迄个困难，无看见迄个土地是吞食百姓的土地，无看见讲遮个人是高墙大汉。所以伫遮伊讲，这是上帝所要应允互我的地，所以伊跳出来，伊勇敢伫遐来争取。伫遮咱有看讲，伊的信心会通照着上帝所应允互伊的，伊会通伫遮来看出。伫遮咱要来看见安怎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互伊的信心会通真满足。咱做来读即段来。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啦。所以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地已经45年。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这话的时，看现今我80。所以到40几年久，伫40几年久的中间，咱有看见啥物？咱有看见伫约书亚伊本来伫迄个两难中间，然后呢，加勒伊家己跳出来，然后伊自信满满讲啥？这若是英文内底咧讲的，就是讲我满足，我满心伫遮来相信伫遮相信。上帝的应允，所以伫遮，因为伊毋是自满，伊是因为伊对上帝有满足的即款的信心，所以互伊虽然经过40几年久，伊犹原会当伫遮，因为有上帝甲伊三角同在，所以呢，伊就伫遮有信心满满，毋是骄傲满满，因为伊知影讲伊倚靠的是啥物款的上帝，伊的气力是对倒来的。所以当咱咧伫遮咧找求即个世上咧军队的即个数量，无论是电子率，也是要追踪即个网红也是讲你赶紧看我，然后甲我订我订阅来看我的节目。所以伫即中间，人咧追求的，遮个拢是安怎？追求背后遐个名甲利。趁钱呢，你知无？你点愈济伊就会趁愈济安尼总是咱有看见加勒伊并毋是安尼加勒伊追求的就是安怎迄位互伊满足的上帝，迄位互伊有气力的上帝。所以基督徒有当时咱到底是咧追求啥物？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要追求的是暂时的，也是互咱会通直到永远。咱知影咱所咧倚靠追求的是啥物是即位永远的上帝，是即位虽然对敌是遐尔高墙大汉，迄个所在是吞食百姓的地，但是上帝甲伊转变成做老年甲老迄个所在。上帝互因有迄个气力入去，将遮个百姓伫遮来赶走。加勒对伊所看见、所听见的，伊专心伫迄个上帝的应允，伊无看伫即个环境，伊无注意人的讲话甲人的看法。兄弟姊妹，今仔日
咱若听人要讲的话听袂了，咱安怎倒转去到上帝的话？上帝的应允，除了你看圣经的时阵，你会当思考讲，即段圣经内底有啥物上帝要应允互我的事互啊无？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即个中间学习即位家庭，伊安怎认捌即位上帝是永远无改变伊应允的上帝。然后呢，伊要安怎伫遮来掠调迄个上帝互伊的一个真水的应允。上帝讲：“我要带你进入到迄个老年甲老尾的所在，伊讲会到，做会到。只是咱若看见即个环境，咱可能会受影响。看见遐个高墙大汉的阿拉族，看见你所拄着的困难，检菜你就会退步，你就毋敢去伫遐来得着。所以咱需要操练咱家己的信心，操练咱的身躯，互咱会通心强力壮。”互咱会通有勇壮的身躯、心神，伫遮来服侍上帝。愿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会通心神勇壮，你的肉体家己爱操练，然后咱就会通伫遮，不管你几岁，你拢会通伫遮做伙来服侍上帝。咱做伙起立，咱要用首诗歌来回应上帝，伊的快乐要赏赐咱。当你咧唱首诗歌，我邀请咱线上的兄弟有缘做伙伫遮来用首诗歌做伙宣告讲：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纵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艰苦磐石，我心靠你的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兄弟姊妹，当你咧唱首诗歌，咱对头要来唱的时阵，歌词讲：我的上帝是你的上帝，是你的拯救，是你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所以当你咧唱首诗歌，毋是安尼唱，你用信心来宣告讲：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快乐。咱对头过来。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社会来宣告来。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艰苦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艰苦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咱做来祈祷，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特别上帝，不管天地万物怎样改变，我拢知主你的疼，
主你的应允永远无改变，主你的应允要互阮用信心伫遮来领受。家己安怎？伊用上帝伊的话，家己安怎看见上帝你的应允？伊安怎专心来跟对你，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当用信心专心来跟对你，无论环境搁较偌尔啊困难，主你的应允无改变。愿主耶稣基督赢过死无关系，开力充满恁，互恁靠着迄个加添，互恁开力的，会通赢过恁所面对的困境。愿天父上帝用永无改变的慈爱，亲像灯牌四面来固守恁，会通抵挡遮的凶恶。也愿主圣神甲恁相同在，坚固恁的信心。无听人的言语，无看见别人眼中所看见的困境，会通专心来仰望主，仰望主的应允，来赢过这个你所拄着的艰难。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坐。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明亮，道路虽崎岖，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刚强。靠每一句许，生命充满亮光。咱今仔日礼拜就到这，愿上帝来祝福咱。